12乘101啊，12乘100加1，跟住就係12乘100加12乘1，咁咪1200再加121212咯。跟住15乘98就係15乘100減2，15乘100就1000減30，有冇人跟住係咩啊？跟住呢度43乘99，即係43乘100減1，即係43乘100減44。99乘7，即係1000減1，3×7，即係1000乘7減翻7，唔係1000乘7係7000喎，7000減7係幾多？跟住101，即係100加1，3×65，即係100個65再加65。55乘102，即係55乘100加2。即係55個100再加100入。第5條呢，998就係1000，開括1000減2乘8，即係8000減16。第6條呢，開括100加4乘25，即係100乘25再加100。呢個125乘18就125乘開個弧。20減2又得，乘開弧10加8又得。跟住就第8條就開弧60減1乘15，即係60個15 900減翻個15啦。例1就等於1212啦，例2等於1470。例3呢，4300減43，4257。有啲細路仔真係唔得㗎，唔該你臨尾用直式，4500減43都會錯㗎。跟住呢度7000減7又係6993，真係有人會錯，唔該用直式。6500加65，6565咯，就呢度係5610。5500加110，5610，跟住呢度8000減16，7984。因為記住8乘125就係1000，4乘125就500。呢個125乘10加8，1250，再加1000，或者125乘開括20減2又得，都係2250㗎啦。跟住呢就係第8條，900減15，885。